开天了后，如学高天之石，由于年代已久，这块天地石刷落落来伫个人间的行城，一时行城的人心惶惶，四处逃命。天地石，哈，哈。 哎呀！意外发现，可能无大通去抵抗这只天地石。我即马是要安来处理这只天地石才好咧。这分散的山脚，四周围拢是行城的百姓，万一我手若一放，敢是会地死无辜的千万人呢？后山，对啦，后山，也毋过。 后山的万定深客，又搁是魔界修罗王掌管于800万生灵所在的所在，是要安怎才好？我是要安怎来处理这天地石才好咧？所以叫咱来这分山，都是为着要阻止天地石落入咱魔界。想袂到天地石遐尔紧就出现了。这回想唔知什么人，发到竟然这么好。 我来将天地石吐掉。无唔对，为着我魔界安危，阮也只有得罪了。你怎么出现？
电动的发热用要消失去啊！我还赶紧转去看卖咧。天地少，换落去魔界啊！操！什么人大胆，敢用天地就毁坏魔界？真是罪孽！我并无愿意安尼做，这不是我的本意。阿弥陀佛！你有天地就咱来魔界，还小魔界800万的管辖。今仔日我若是无将你拍死，我是免来等去向我师父交代。哼！不管是不是你的本意，阮嘛是要用你的性命来还这条数。若是用我一个人的性命，就会用个超度遐尔多死去的冤魂，我是哪有啥物可惜？请恁动手。好，那来你就认命。师父，叫你两个去接文山，防止天地石一劫。你两个竟然合作天地石那个魔界，第四魔界800万的生灵，你两个有该死无？万请，原来是魔界的修罗王驾到，是我互天地石落落去魔界，甲因两个无关系。真好，无紧的，你甲转来魔界接受魔界的处罚。既然是安尼，无竟然愿意对你转去魔界。你两个将魔竟然拖转来魔界，遵命。万请。原来是西方教主，真好。这个代志我只有向你讨回公道啊！修罗王，你先莫冲动，这一切拢是天意。哼，天意，佛界甲魔界一向都无往来。如今800万的生灵，都用天意能力，就会当解决是无？我竟然与娑婆世界哪有一段定呢？为了出发，我爱以投胎为愿望，为800万生灵念经超度。好，我等伊一世。到时伊若无向我800万生灵，我会将你佛界闹我家欠不灵。咱来行。是。天意，将处娑婆多难，享福之事更加困难。做世尊，地主莫见人，畜生大错啊！这乃是你定因未了，你落去好好投胎，了却业障。什么？投胎？你人中道案，该时阵自然有其他的菩萨助你度过这段尘缘。因果既定，地主明知影艰苦，嘛唔敢违背天道。去吧。望你善心广报，广结善缘。地主遵命。阮拄则去山顶遐放风吹啦，
啊，风吹线转去，啊，拄落在树仔顶下。啊，哪个树仔哦，遐尼悬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才阁拢无得高，哪着得过啊？你爬在树仔顶就摕着啊！爬起哩哦，迄遐尼悬呢？你惊？那呢？我来爬过。你哦，袂用的啦！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爬遐尼悬，若去互看到，会互笑呢。那啥物人会笑啊？我才讲，虽然无外人伫啊。啊，我有办法啦！恁小等我一下。志啊，讲你找我啊？我问你，林水川迄李坤啊，将来唔捌欠过电租，是安怎即摆连续欠3年？这个代志吼，我本来早就要来讲，讲还袂记啊。是安尼啦，李坤这3年来连续过3个查某，讲开袂少钱啊。讲手头足闲哦，毋才甲我参详啊。讲叫咱讲这3年哦，暂时莫甲收电租啦。真是有这代志。当然嘛，真是嘞，我哪敢骗你支付啊？伊就苦苦哀求啦。我想安尼嘛好啊，看要大出大业全大个，算起来这是最好心嘞。另外一方面啊，我咧想讲嘛，安尼嘛好，替支付你啊积一块阴德啊，对无？你若会当安尼想哦，我也是真欢喜啦。我是咧惊哦，你亲像较早共款，电租收的啦，去外口安尼花天酒地啦，影若无就是哦，去跋筊输了了。师傅啊，迄过去的代志，迄老气代莫搁提起啦。你甲我念了，人我嘛拢改啊，改过自新，袂搁安尼啊啦。你有拢改啊？等改上好啦。后日咱若要收租，我叫木莲甲你斗阵去。要若有啥物问题哦，你迄家己负责啊。是，我知。啊，小心没有？你稍等下。小青，你无爱电风吹啊？唔是啦，你遐尼重哦，我惊我还袂掉，无我爬起来，换你来还好。你要爬起哩哦？嗯。啊，你就较细滴的呢。好。好，来。还好啊。好。你就较细滴的呢。你放心啦，我会较小心的啦。你较细滴的啦吼。好啦。你哪急创啊？我的自强。你要做遐囡仔囝，已经大人大种啊，踮涂骹揽做伙，又想什么铁头？互外人看，人会讲闲话呢。阿姑，我是要替小青去风吹啊。是啦，阿弟啊，我风吹人个顶头是讲白菜，捡风吹，唔踮树下顶，踮涂骹人个揽做啊，就捡风吹啊。真是咧啊！你看去啊，见迄无？好啊，你甲我点，查某囡仔人遐大面神，对。老人啊，你嘛莫安尼，亏着阮小青哦，早班就是恁无家的人，但是成婚进前哦，嘛是要有一个分寸，人才袂讲闲话。我讲哦，将来小青若变做你的人了吼，你着好好对待，袂使亏待，有听无？我知啦。叶妹啊，我两家吼，阿舅要带你来收电租，这收电租哦，真是代志你拢唔捌啦，无要紧。放心，阿姑会一步一步慢慢教你。西方如来大荧幕建立道台，目的是咧叫踮咧凡间，为咱无够800万生灵念经超度。不过照无连目前嘅作为看起来，恐惊将这件任务灭记哩啊！师傅，这件代志敢咪是西方如来的规矩？伊想讲。这件代志若是花久了，自然就安尼散去。
其实迄个时阵，似乎你无应该遐尔简单就放过因覆盖啦，互咱800万的冠上，就安尼白白来牺牲。其实恁两个无完全了解这件代志，无利用天地石地死无界800万生灵，这是我的计划。师傅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早就想吞食三步世界大同江山，这800万生灵将来对地府转世了后，我会将这个大同江山变甲天翻地覆。原来一切拢是师傅的计策。啊，不过咱800万的冠上，和平教教主紧在地界城内底，那安尼，伊永远都袂当超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我早就想好，这件代志，咱就爱搁利用木莲。不过木莲目前的修为已经练成罗汉金体，所以我叫你两个赶紧去报家庄，完成我的计划。是，连水定会完成师所交代任务。我的主强主力马做男儿，我的主强主力马做男儿，我的。拢遮尔暗啊，你要约我来遮做啥物？是安尼啦，我是去想，你规工拢踮厝的读书，我是惊你变成猪呆啦。今仔日是啥物？今仔日是，毋是啦，我是听讲吼，这道的肉粽足好食，我专工带你来遮食肉粽啊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好啊，无咱坐咧遐。头家，互我2条肉粽。这互你。哦，烧呢？足烧的，不过足好食的哦。有好食无？真是真好食呢。无连表兄，互你哟，今仔日是啥物日子？今仔日哦，今仔日是啥物日子？我想无呢，你甲我讲啦。你看你啦，读册读甲遐尼戆，今仔日哦，今仔日就是你的生日啦。真是的哦。所以生日足好诶，我的生日家都袂记了，你拢甲我记条条。食饱未？食饱。无连表兄，我为着要庆祝你的生日，我有准备一个真特别的方法，要替你庆祝哦。真是的哦。你看。哇，宴会呢？这是啊。是耶。这是耶呢。无啊。叫火金哥。咱去哪里？你看，这是火金哥哦。不对。这个谁？你也在钓。飞过来，飞过来。哎呀，飞来。秋千，你不要家己啊，等下事情变怎？袂啦，咱较小心的就好啊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。先飞起来啊！这个。我来着。我连表兄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听人讲，若是掠着火金哥，下元地是现哦。有影。安尼就叫下济元啊。
变成互相的伤害。明明你是我后悔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分东西，学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